学哑语，也将来煮面家业，大大后业。我整天被人笑我，每个人都学着我讲话，这个我是学的意思。也将来煮面家业笑我，大大后业。夜海站岗，我随时讲。夜海站，何时何站？岗，住，海时，住海时。白外。阿龙，将来将就是整，我整日就是我整天，煮就是北，煮面家业，这个家就是笑，笑的意思，它可能是个按那个字不对，它应该是个血和那个血字，就是笑的意思。但是呢，写成这个笑这个简单些，就写个笑，家就笑。他们整天笑话我，到个个，一个人呢，因为他说是一头人，到火焰，火就是学，就是方言这个火，就是学。比如说你说一句话，他也跟着学。但是他有时候声调什么都不一样，然后不一样，你说句话他学你说话，他就是消化你的，就是他学我，个都会学我，就消化我。夜海站岗，我何时讲？何时？我什么时候讲呢？住海时白外阿罗，海呢就是很大的事情，骇人听闻的事，就是侵害的事，就是很大的事。比如说灭城啊，杀人啊，杀了很多人啊，这大事叫害。我什么时候讲你们要造这个害事败坏阿罗，败坏阿罗就是口语阿罗。我还站何时？这个站呢，方言说征战的战字就是这。我什么时候讲了你们要招那个害事败坏阿罗？害就是很惊骇的，就是很大的事情。也将来煮面家业，大后业，也还站岗煮海时，白外阿罗。有些他们都搞不懂，他们会方言，他都搞不懂。这个就是个学字，学就是学，方言他说学，他学我说话，他学我。这汉字呢不是汉语专用，因为古代有两个国家，一个楚国，一个周朝，两个国家都用汉字。但是由于它属于楚国语，它是能写成汉字的。